2016年喺溫哥華發生嘅本地白人男子殘殺日本女學生嘅案件，點樣叫人反思加拿大所謂嘅大愛包容文化嘅害處？今集我要講呢單案，因為好有社會價值，但係10年嚟都唔覺得有香港人群組討論喎。我之所以對呢單嘢10年以嚟都感受咁深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喺新冠肺炎期間，有位網友喺群組度問溫哥華有乜嘢地區最唔安全，我就回答話大部分地區都冇乜嘢問題，係 Downtown East 簡稱 DTES 比較複雜，好多流浪漢同埋品流複雜嘅人，部分精神有問題，吸毒嘅問題嚴重，日頭盡量唔好去，夜晚就真係唔好去啦。點知有一位思想好左派嘅香港人即刻鬧我，佢話我階級主義。佢解釋溫哥華北區最多種族主義者，相反 DTES 嘅人都係受害者，受盡欺凌歧視，而我就係幫兇。我估唔到一個基於常識嘅答案都會俾啲左膠鬧。壞人都分好多種噶嘛，有啲人無論心地幾壞，都唔會對其他人造成即時性嘅身體傷害。有啲人無論品質幾咁善良，都會傷害到周圍嘅人。Covid 嗰陣都唔知幾多亞洲人喺 DTES 俾人攻擊。DTES 喺溫哥華一早就臭名遠播。有位好朋友住咗好多年先搬走，佢回憶起當年有次搭巴士經過嗰度，個司機停咗車，叫啲乘客唔好落車啊。有次我約朋友去 Downtown 嘅 Cat Cafe 嗰度睇啲貓貓，當時我唔熟個地方，落錯咗車，去咗隔離街，臨近 DTES 嘅邊緣，都已經俾佢嚇死啊！呢個同我今集講嘅案件有咩嘢關係？話說2016年嗰陣，我喺 Downtown 幾個地方都見到有個尋人嘅街招，失蹤嘅係30歲日本女子 Natsumi Kogawa。當年5月由日本到溫哥華讀英文，後來警方公布佢最後出現由 CCTV 拍到嘅相，相入面佢同一個不知名嘅中年白人男人一齊喺間商場度出現。到咗9月下旬，即係呢位女子失蹤後16日左右，佢嘅屍體終於喺 West End 一間空置咗嘅古老大屋裏面嘅大型行李篋嗰度揾到。因為死咗太耐，已經腐爛不堪。冇耐，警方終於捉到相入面嘅疑兇，佢係48歲嘅加拿大男人 William Schneider。佢冇工作㗎，平時遊嚟浪蕩，夜晚就到 Downtown 一間臨時嘅宿舍留宿，又或者喺發現屍體嘅大屋隨便搭個帳篷住。Natsumi 因為上英文堂嘅關係，經常約其他同學到 Downtown 一啲商場嘅食肆，好不幸被 Schneider 睇中，主動上前結識。佢哋由8月中到尾第一次見面，到死亡約會，即係第3個約會，期間唔夠1個月。Schneider 同警察講，話前後3個約會都係 dates， 男女拍拖嘅約會。但係警察調查所得，佢哋兩個連電話都冇通過，電郵都未交換過，只係個女嘅喺最後一次約會用自己嘅信用卡俾錢，幫佢買咗一支酒，係 vodka， 然後就一齊去案發嘅大屋。原來 Schneider 本身讀到第9班，即係我哋香港嘅中3左右就退學。根據心理報告，10幾歲嗰陣已經虐待動物。曾經放火燒一隻貓，仲同朋友打賭隻貓究竟會向左定向右走。之後佢犯案累累，曾經犯過襲警、持械行劫、傷人等等48宗罪。Schneider 多年前仲同另一個日本女人結過婚，有一個仔添。聽聞個女人係想要戶籍先會同佢結婚，後來兩母子返咗去日本，就唔肯再理佢。呢單大案之前，佢去過日本，要求日本老婆復合，但係對方就唔肯。佢返嚟加拿大就睇中咗 Natsumi。警方最後捉到 Schneider 歸案，係全賴佢嘅哥哥。
話說阿哥見到警方嘅相之後，揾佢見面，阿 Schneider 就同阿哥透露殺咗人，仲講佢知條屍放咗喺邊度添。Schneider 借阿哥嘅手機打電話俾日本嘅老婆嗰陣，阿哥亦都聽到佢同老婆承認殺咗人。佢之後買海洛因企圖服毒自殺，但係失敗，而阿哥就報警。雖然 Schneider 從來都唔承認殺 Natsumi， 但係法庭就接受阿哥嘅口供，判佢2級謀殺同埋侮辱屍體罪。當地法律叫做 indignity to a human body。控方本來係想告埋佢企圖性侵犯，但係證據不足，先至放棄。其實法院最終係唔可以100%確定 Schneider 點樣殺 Natsumi， 不過就確定 Natsumi 係缺氧而死，同埋發現佢體內有鎮靜劑，推算 Schneider 因為 Natsumi 唔服從，好嬲，於是揞住佢個口同埋鼻，令佢窒息。之後 Schneider 曾經上訴，理由就係法官錯誤接受阿哥嘅口供，但係最高法院都係維持原判，將佢判處終身監禁。大眾對呢單案件嘅討論比我想象中少，加上加拿大政府同埋傳媒比較保護受害人嘅私隱，所以就冇向公眾透露一啲佢哋有可能想知道嘅細節。我喺網上討論區睇到有啲人好質疑 Natsumi 跟隨陌生男人去大屋呢個做法，有人話佢點解會蠢成咁㗎，亦都有人猜想佢係鍾意西方男人，甚至想透過同本地人結婚攞到居留權。Schneider 第一個老婆據聞都係咁，我覺得後者嘅講法有啲以偏概全，對死者好唔公道。根據日本新聞報導，Natsumi 喺日本都有男朋友，去加拿大之前喺大公司打工。嚟自亞洲最先進、最富裕國家嘅女性，有幾多會為得到西方國家居留而冒險？況且，即使要得到加拿大居留權，都有好多其他方法嘅啫。至於佢相信陌生人，仲係成個流浪漢咁嘅打扮嘅。其實未必因為佢好蠢，只係欠缺經驗。我想象佢喺日本接觸到嘅西方人都係背景良好嘅，所以對西方人嘅印象已經有偏頗。加上唔少人第一次去其他國家交流，心態就係要代表自己嘅國家，想留返個良好印象俾人，所以不論對任何人都非常友善，唔會起晒槓咁，戒心好少。同我呢啲走慣江湖嘅就好唔同啦。我接觸到一啲嚟交流嘅日本人，真係好良善咁嘅款，好人到我擔心佢哋會俾人蝦㗎。仲有啊，個男人唔係一開始就暴露佢嘅企圖，可能初時呃住佢話帶佢去參觀一間靚屋，然後一步步將佢推落深淵。溫哥華好特別㗎。好窄同好安全嘅地方，可以係幾條街之隔。極危險嘅嘢，好多時候都係咫尺之間。我認為今次嘅悲劇，班左膠有啲道德責任，因為佢哋向外人推介溫哥華嗰陣，都會對個地方嘅陰暗面避而不談，淨係講啲好嘅嘢，令外人掉以輕心。就算係本地人，有時講起呢個城市嘅濫藥同埋露宿者呢啲咁真實嘅社會問題嗰陣，都會有班左膠叫人唔好歧視所謂嘅弱勢社群，好似講下都侵犯咗佢哋咁。今次個殺人犯唔係嚟自我之前提到嘅 DTES， 咁話晒人係流動噶嘛。不過佢背景複雜同埋有鋪毒癮就係鐵一般嘅事實，同埋識睇人嘅。一睇佢個款就知佢有問題啦。我讀到一單新聞，就係一個曾經被 Schneider 企圖打劫嘅本地人，喺 downtown 公共場合見到 Schneider 同埋 Natsumi 一齊，覺得好唔安樂。曾經想提醒個女仔小心，但係因為同佢唔係認識，少做咗呢一步。後來覺得十分之後悔。如果係我見個女仔熟口熟面，都一定會提醒佢。假設 Natsumi 因為聽咗勸告，唔再理阿 Schneider， 咁嗰班左膠又會鬧好心人多事，睇人唔起，階級觀念重。
喺網上有人話個女仔見過本地男人成日到處留宿，都知唔方好人啦，就即刻有班左膠反駁，話咩四處留宿甚至有犯罪背景嘅人就唔配識朋友甚至女朋友噶啦咩？根據嗰班左膠嘅扭曲心態，就係唔單止要同情同埋幫助嗰啲濫藥同埋有犯罪背景嘅人，仲要愛佢哋、擁抱佢哋先得。我哋作為社會一份子，當然有責任令社會變得更加好。你可以鼓勵人捐錢、捐食物，但係就唔可以要求人哋冒住生命危險，或者用啲令自己唔舒服嘅方法去接近被幫助嘅人。更加唔代表曾經俾啲流浪漢或者精神病患者當街咁侮辱，甚至襲擊都唔可以反擊。相反，仲要原諒佢哋，繼續奉獻出自己嘅錢、時間同埋人身安全。如果係咁嘅，咁啲社工出糧嚟做咩呢？咁嘅政府又有咩作用呢？有一次，我目睹一個10幾歲嘅亞洲女仔喺條好窄嘅街度，見到一個精神有問題嘅流浪漢，個女仔好驚咁彈開咗。附近有個外表較為正常，但係似乎都喺嗰區生活嘅旁觀者見到，居然鬧個受驚嘅女仔。我真係好想問，個女仔係咪前世欠咗你哋呢班人咯？我知道近年又多咗香港人嚟到加拿大定居。喺呢集完結之前，我好想勸新嚟嘅人，無論生活得點樣，都唔好學呢度好多人咁染上陋習，唔好掂毒品，包括大麻，最好煙都唔好食，酒就某啲場合先至好飲，煮嘢食嗰陣落啲酒做調味就例外，因為一來嘥錢，二來身體同埋生活質素都會轉差。你見好多後生嘅本地人吸啲乜嘢垃圾，都好似冇乜影響咁，因為佢哋年紀輕咋，日子一耐咗就會現晒形。未吸過毒、唔煙唔酒嘅，無論係樣貌、精神同埋氣息，都會好大分別。就算唔係當住人哋面前做，都會令人感覺得到。當然，好多左膠都唔會肯承認呢個有充分科學根據嘅事實。你係唔需要理一啲腦殘嘅人，佢哋死佢哋賤，你就繼續有尊嚴、有原則咁樣健健康康生活落去。